后来乡亲啊会秃头、落头毛，除了压力、疾病甲遗传之外，若是咱的身体欠铁甲锌这种的矿物质，嘛落头毛，尤其是欠锌，嘛致使着皮肤溃疡甲指甲来脱落。营养师建议，一天都爱食4份到6份的蛋白质，因为蛋白质都有锌。头毛症，互人感觉真困扰，无论是鬼剃头，也是影响脱，压力毋若互人强要白喘气，连头毛嘛向你抗议。因此会经常吃抹、遐抹，但是落头毛的问题，毋是靠咱靠抹药都有效，有可能是欠缺矿物质铁甲锌。极度缺乏锌的话，那当然掉头发是一个表征。那其他的表征包含皮肤上面，肢端比如说手脚，或者是嘴巴，或者是肛门周围皮肤的溃疡。那缺铁的话，也会造成掉头发。另外，啉酒会影响肝胆甲胃肠的吸收，因此除了养成良好的正式的习惯以外，营养师嘛建议一天爱食4份到6份的蛋白质。因为锌常跟蛋白质食物绑在一起，蛋白质高的食物像肉啊，像这个黄豆啊，各式的豆制品啊，或者要吃1天1汤匙的坚果，大概我们的锌就容易够。食食来平均，无经食，虽然是经常定讲，不过伊嘛是养生根本的方法。